我的粉丝团都被检举掉了，所以不会再用 FB 粉丝团开直播了。那些粉丝团全部都被一些酸民无聊的人全部检举掉了，所以暂时只能用 IG 开如果用 IG 开，你们还是这样。要乱到我没办法做生意生活，那不好意思啊，你要断我的路，我也不用跟你客气了，我直接公布你的照片就好了。我相信有支持者啊，也会帮我讲话了，好不好？我一定会开你副本啊，因为你断我的后路嘛，杀人父母断人财路了，你这样对吗？你这样对吗？对不对？杀人父母断人财路了，好不好？现在你们不让我一条生路，坚持要乱到我没办法生活。是吗？说明不然来，哪一个胆子这么大、心脏这么大的上来双视讯讲清楚、说明白？要露脸哦！哪一个要断我财路的啦？上来双视讯讲清楚、说明白啦！要露脸啦！不要不敢露脸你有本事再说什么我卖一些垃圾，你有本事再讲一次啊！请你不要侮辱商品，可以吗？什么叫我卖一些垃圾？然后在那边乱被人家封锁的，才在那边乱讲说天风要再乱封锁我了。你不来乱，我会把你封锁吗？你今天不要乱人家直播，人家就不会封锁你了啦！不要整天怨东怨西的啦，卖规工怪东怪西的啦，好不好？不要整天怪说天风啦，整天封锁人家啦，你不要影响我做生意，不要乱，会被封锁吗？不会嘛，大家都是互相的，做人要互相啊，路才走得长啊。如果整天一些要乱人家做生意的断人家财路的这一些人哪一天死的人是你呀？哪一天老天爷一定会把你命收起来呀？你态度好，价格实在，有人会来乱你吗？来，请问一下，你对我有什么意见？我价格卖多少，我的事情不行吗？不然上来说这位大大，我态度怎么样不好？什么我价格实在？请问一下，你今年有买东西吗？什么叫我价格实在？来啦！我东西要卖多少不行吗？我错了吗？来，各位，我东西我要卖多少钱是不行吗？各位评评理我要卖多少？我本钱多少钱？我要卖多少是不行吗？我错了吗？来，请问一下，哪一台做直播不赚钱的啦？来，哪一台做直播不赚钱的？我本钱多少，我要卖多少是我的事情吧，对不对？各位觉得我讲的有道理的，刷一整排爱心上来。我的本钱多少钱，我要卖多少是我个人的因素、个人的事情吧，对不对？各位没有必要这样吧，大家互相嘛，对不对？有本事真的开真账号上来，不要只会开假账号来乱，对不对各位，我本钱10块、20块、30块、40块、100块，我要卖100-200万，也是我的事情吧？请问一下，你挡人家财路是在挡啥小了请问一下，一些人不买东西挡我的财路是在挡啥小？我懂不懂？我真的搞不懂账号是我的，我要封锁谁是我的事，除非你把我杀死好不好？只要我阿宝活着的一天，直播绝对没有我，不可能我会倒掉，我有信心你骂我是不是？来双视讯上来双视讯讲清楚了，上来双视讯讲清楚了，你骂我就骂我，你骂到我妈是怎么样？骂我妈又不敢进来双视讯，到底你们谁看我不爽就上来双视讯讲清楚说明白嘛？A0931087220，你现在在骂我吗？是不是？A0931的，你现在在骂我吗？是不是没意外，这一次应该是你的电话号码了后面应该是你电话号码，没关系上来双视讯请问一下，我要卖多少钱是不行吗？我本钱进价多少，我要卖多少，错了吗？一些人怎么那么奇怪？我本钱多少，我要卖多少，有错吗？好奇怪果冻怎么卖？1包80真心要买直接私讯 IG 来，直播关掉我要休息一下晚上看怎么样再开真心要买直接私讯。